咱继续来看，讲伫咧8点半时阵，总统赖清德伫参加升旗典礼结束，也来发表新年的谈话，是以润盛之岛希望之光做主题，来回顾2025年伊所做的这施政的成果，也来感谢全民做伙团结来面对挑战，也来讲到所到来2026年，总统府政府会继续甲人民来团结做伙加强国家的韧性。咱做伙来看详细的画面。各位国人同胞，我们没有时间等待，没有时间蹉跎，国家必须大步向前走，也绝不能走回头路。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，不同意彼此的权利，但倘若没有国家，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。我是民选总统，肩负全民托付。我会竭尽一切保护国家，并且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。我们不会因为政治僵局而裹足不前，相反的，我们会怀抱希望，积极行动，